台南市立安南病院主妇产科中心的主任唐慧君表示，糖尿病在国人十大死因排名第5，全台累积超过200万名糖尿病友。其中，糖尿病足是糖尿病常看的慢性并发症，有可能一个小小的空喙治无好，就必须要截肢。对此，安南病院透过跨科的合作，结合新式的辅料加负压的治疗，让整体截肢率大幅度来降低。因为伤口只是外面的，所以我们大家都会看到，伤口在这边很明显。但是实际上，为什么会有伤口？就是身体里面的那种修复的能量不够了。那为什么身体里面修复的能量不够？第一个，他糖尿病造成很多的并发症；第二个，他肾脏是洗肾，他的血管都已经不好了。所以因为身体里面状况已经没有能力去修复了，所以我们平常可能一个小擦伤自己会好，但是糖尿病足的病人他就没有办法。再加上他自己脚的感觉并不好，就像我们讲的那个广告，阿妈你怎么没感觉？所以当他有伤口的时候，他不知道自己有伤口，结果就会越拖越严重。在过去糖尿病足因为很不容易照顾，所以呢，大部分的做法就是早点高位截肢。所谓高位截肢就是截肢到小腿。那但是经过因为现在的敷料越来越进步了，然后再加上那个羊膜的敷料，羊膜的敷料是台湾产妇的胎盘。所取下来的，它大概会有100多种的生长因子，然后再加上负压伤口治疗。什么叫负压伤口治疗呢？就是在伤口上面用一个特别的抽吸管，让这个伤口的血液循环变好。那这2个东西一起合作，这3种东西都一起合作起来之后，我们希望能够我们目前糖尿病足的治疗效果都蛮令人满意的。我们的截肢到小腿的几率比其他的医院来得低，甚至比其他像是美国、法国、韩国都低很多。亲像这名92岁阿嬷，因为糖尿病，骹部的空喙无感觉。伫一摆无细记，糖只骹去打着涂，严重来感染。经过病院看团队的整合照顾，毋免做高位的截肢，只扎掉尾仔2指，还阁会用行路。患者家属嘛真感谢病院的照顾。唐医师很照顾病人的心情，因为我妈妈那时候是呼吸通血管，但是妈妈很害怕，不敢通，但是唐医师就照顾我妈妈的心情，在不通血管的情形之下，就是能够把妈妈的脚遇到现在都可以走路了，真的很感谢唐医师。你也很辛苦啊。这些年来真的很感谢唐医师。家属的坚持，这个部分都是我们一起努力的哈。台南市立安南病院主妇产科中心透过跨科的治疗强病，亲像血糖的控制。洗身，或者是血管的整形、拍通血管等，甲病房护理师的整合照顾，互患者的总尸体保留率达到8.5%，就医的满意度更高达94%，更加得到2022国家升级医疗品质奖标章的肯定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